大家好，今日係10月18號，個標題係恒指中途裂口加埋咧死亡交叉啊！唔知咩叫中途裂口同埋死亡交叉咁，等我一陣同大家解釋下啦。副標題咧就係納指咧以烏鴉雙飛嘅形態咧係結束反彈。未講市況之前咧，先賣一個短嘅廣告啦。咁啊，江恩理論大師黃伯中先生咧將會喺11月17號咧開課啦。今次會係江恩理論股市預測課程入邊嘅單元四。咁單元四咧係會講江恩嘅六角形測試法。呢個咧就係江恩嘅六角形啦。咁點樣利用呢樣嘢嚟去測試呢？應用喺港股啊、A 股啊同埋美股嗰度，點樣去捕捉市況嘅機會呢？就要聽下黃 Sir 點講啦。咁啊喺11月17號就會開課。課程總共係有4堂嘅，第一堂喺11月17號開課啦，係禮拜一嚟嘅。咁跟住咧，第二堂就係11月18號啦，第三堂咧係11月24號，最後一堂咧係11月25號嘅。咁連續4堂，每堂咧係有2個鐘嘅。咁課程嘅內容咧，大家可以睇一睇啦。咁我唔會喺呢度詳細講。時間方面咧係晚上嘅7點到9點嘅。咁我哋會用 Zoom 嘅形式去做啦。即使嗰日唔得閒，即時睇翻都好啦，咁唔緊要，我哋有錄影重溫嘅。咁之後嘅2個月內咧，我哋都可以俾翻重溫大家去睇。費用方面咧係港幣1萬蚊，咁但係喺11月10號或者之前報名咧就會有早鳥優惠，咁嘅優惠價咧就係8000蚊，就慳翻2000蚊啦。咁如果曾經參加過今次課程嘅，不如單元一、單元二、單元三嘅話咧，可以照價再減1000蚊，即使舊生咧就可以再減多1000蚊，只需要7000蚊咧就可以用早鳥優惠價報名啦。非常之物超所值㗎吓。查詢同埋報名方法咧就俾個電郵我啦，榮輝217@gmail.com，提供翻個人嘅全名同埋可以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俾我，我就會用9124字頭嘅電話咧 WhatsApp 回覆翻你點樣去報名。咁如果你係我恒指路線圖嘅訂戶，係現有訂戶或者舊訂戶都好，如果有興趣報嘅咧，咁啊只要直接聯絡我就可以啦。講翻市況方面，咁上個禮拜10月11號啦，咁我個標題就係恒指失守裂口支持之後咧，就即刻下挫啦，同埋副標題咧就係重磅股技術走勢係明顯轉差。喺10月10號嗰條片提到啦，10月10號嗰日咧，恒指咧係一支陰燭咧係跌穿咗20天平均線嘅支持，短期嘅走勢明顯係偏淡啦。MACD 亦都喺頂背馳嘅情況之下發出咗沽售信號。如果保持翻喺20天平均線樓下咧，咁後市會傾向試翻咧呢一紮頂底部密集區，介乎25800至到26000點之間，而50天平均線咧亦都喺接近嘅水平。另外，26000點咧，亦都係咧啱啱形成冇幾耐嘅平均60日循環低位嚟嘅。如果短期內失守嘅話咧，亦都係一個明顯轉淡嘅信號。咁結果去到10月17號嘅市況啦，今個禮拜初恒指大幅下挫美股之前嗰個禮拜係大幅下挫啊嘛，咁咧帶動港股咧都跌到曾經跌咗900點啦，但係咧最終咧只係跌翻400點跌幅顯著收窄。喺呢度咧呢一日係最低見過25336嘅。咁收翻上去啦，好似見底咁嘅樣喎。第二日咧，進一步高見26100，但係其後咧又大幅回落，更加破底，去到最低25331。咁諗住進一步下跌咧，跟住咧第二日又裂口高開翻，連續彈咗2日，去到禮拜四咧最高反彈到26062，但係最終咧恒指咧都係以十字星嘅收市。可以睇翻啦，連續幾個交易日雖然都好似出現反彈極鞏固咁啦，但係咧都係冇翻上呢一個啱啱失守咗嘅循環低位26003之上嘅。亦實先破位，跟住後抽，後抽唔翻呢個循環低位樓上咧，即係整體嘅弱勢不變啦。跟住咧禮拜五啦，更加之大陰燭下跌啦600幾點低收。咁有2個利淡嘅信號出現嘅，第一個就係我哋標題講嘅死亡交叉。呢個死亡交叉係點嘅咧？就係
短呢個周期嘅10天平均線向下跌穿較長啲嘅20天平均線。啊，藍色呢條線下破咗紅色呢一條20天平均線咧，咁我哋呢個交叉點我就叫死亡交叉，屬於一個利淡嘅信號，即係之前嘅上升趨勢咧應該係逆轉咗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呢一個下跌裂口啦。禮拜一嘅時候出現嗰個大嘅下跌裂口啦，其實雖然嘗試補咗，但係補唔晒，跟住就已經再跌翻落去啦。咁所以咧，應該係咧呢個下跌裂口咧，我哋可以視為一個叫中途裂口，即係跌勢嚟呢度咧，只係去到中段啫。咁我哋有一個量度目標嘅，佢計咧就係24,761，24,761，所以短期內有機會咧下試咧24,700嘅水平。不過喺24,700之前咧，有個支持位咧集中喺25,000啊至到25,100附近嘅，咁就係前一個底啦，25,013啦，同埋100天平均線黑色呢條收市嘅時候大概喺25,075啦。即係如果25,000呢啲心理關口都跌穿咧，咁下邊咧就係可以試翻24,700呢個量度下跌目標啦，甚至更低嘅會喺邊度啊？就係24,200至到24,500啊，呢啲咁嘅水位係咩嚟嘅咧？其實就係19,260呢個底至到27,381呢個頂，成陣升幅嘅一啲嘅黃金比呢個支持0.236係喺25,464啦。咁禮拜五收市係明顯咁跌穿咗啦。啊，禮拜初都曾經守住嘅，但係去到尾市咧已經係收市跌穿啦。所以後市嘅傾向下試翻0.382嘅回吐位，即係24,279啦。而呢個24,279咧，同翻之前啲頂部密集區好接近，介乎喺24,372至到24,533之間，一個底兩個頂。咁所以睇下短期內25,000會唔會失手啦？失手就話下試24,700，甚至咧去到24,200至24,500之間嘅頂部密集區啦。從周線圖個形勢嚟睇咧，上個禮拜都係守得住10星期平均線，但去到今個禮拜咧就已經係收市跌穿咗。大家可以睇翻，自從喺19,260見底回升以嚟咧，多次嘅調整咧都係守得住條10星期平均線，即係藍色呢條嘅。咁今個禮拜啊跌穿之後後抽，最終咧都係低收翻，咁都係一個轉淡嘅信號啦。加上 MACD 咧係啱啱發出一個沽售信號，咁所以呢個逆轉嘅走勢咧，可能只係啱啱開始嘅啫。紅色嘅呢一條20星期平均線咧，大概25,100啊。如果下個禮拜再進一步跌穿埋25,100收市咧，咁走勢咧就幾惡劣噶啦，會傾向咧試翻咧中線啊，會試翻50星期平均線添，大概喺23,000點左右嘅水平啦。咁所以大家去睇埋25,000同埋25,100呢啲水位，下個禮拜頂唔頂得住啦？另外副標題提到啦，納指咧以烏鴉雙飛嘅形態咧結束反彈。咩叫烏鴉雙飛咧？其實就係穿頭破腳嘅一種變種。喺持咗一段升勢之後，呢日出現一支陽燭，第二日咧裂口高開，但係最後咧低收翻一支陰燭咧，完全包住之前陽燭嘅燭身。我哋計燭身嘅啫，唔計啲頂頂底底嘅，完全包住咧，咁我哋叫穿頭破腳，先穿咗個頭，後破翻個腳收市。咁呢個就叫穿頭破腳嘅形態啦。如果之前嗰支唔係一支陽燭，而係一支陰燭咧，咁我哋俾個第二個名叫做烏鴉雙飛。個原理一樣嘅啫，咁所以你當佢係穿頭破腳都得嘅。咁呢個係納指咧，截至到10月16號收市嘅時候，喺10月10號嗰日咧，先創下23,119嘅歷史新高，即日係大跌啦，跌到去最低22,193，並且係一支超長嘅陰燭係低收。但係去到禮拜一咧，反而係裂口高開之後彈咗上去，其後嗰幾日咧亦都係反覆做好。去到10月16號，最高見過22,886，最後咧以支陰燭低收，而支陰燭咧亦都係完全包住前一支嘅陰燭嘅呢支細嘅陰燭啦。咁所以咧兩個咧就組成咗咩啊？我哋頭先所講嘅烏鴉雙飛嘅陰陽燭見頂形態。而呢個見頂形態出現嘅位置咧，啱啱好係成支大陰燭呢個跌幅嘅0.764嘅反彈阻力位22,900，22,900同實際嘅第一步只係相差10幾點咯。加上其後以烏鴉雙飛下跌咧，咁其實早段咧
納指期貨都係繼續下跌嘅，咁相信咧禮拜五晚美股再個下跌嘅機會係較大。咁講開美股咧，就唔可以唔提咧，NVIDIA 咧嚇英偉達 NVDA 由4月個低位86.6升上到去歷史高位195.62咧，好明顯地咧係出現咗一二三浪，個三浪下一個延伸浪啦，跟住有個四浪調整，成組四浪咧係調整翻三浪升幅嘅0.236倍咧，就喺呢度見底啦，164.04。咁通常咧三浪行延伸浪咧，五浪咧會傾向同一浪嘅長度差唔多。如果我哋用五浪都係一浪計算咧，理論上見頂目標192.54，192.54。咁實際頂部係195.62嚇，相差咧3美金左右嘅啫。咁同一日，其實 Nvidia 都係以一個穿頭破腳嘅形態咧，係見頂回落嘅。其實去到禮拜二、禮拜三、禮拜四連續3個交易日咧，Nvidia 咧都係咧低收過呢條上升軌。呢條上升軌由幾點共線所組成嘅，咁重要性好高嘅。咁喺呢度咁樣以兩支陰燭咁跌穿咧，係一個短線轉淡嘅信號，亦都咧係顯示得到呢一組5個浪嘅升勢咧已經喺呢度見頂啦。咁後市會傾向咧下試翻咧呢一陣升幅嘅一啲嘅黃金比例嘅回吐位，近啲嘅喺170附近啦，然後喺154甚至141等等嚇，大家可以留意下啦。如果 Nvidia 都轉淡嘅話，咁美股整體咧向淡嘅機會亦都好大噶啦。最後，如果想參考我啲詳細嘅分析咧，包括升力由升力衍生嘅恒指路線圖，同埋啲道指啊、納指嘅呢個波浪分析咧，咁咧就要成為呢個訂戶啦。恒指路線圖嘅訂戶，訂閱嘅價錢就喺呢度嚇，由500蚊8期去到咧3000蚊64期不等嚇，咁啊平均價咧係越訂得多咧就會越平嘅。咁訂閱嘅方法同頭先報名咧個課程係一樣啦，俾個電郵我啦，榮輝217@gmail.com，提供翻個全名同埋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俾我啦。咁我咧就會用9124字頭嘅電話咧 WhatsApp 回覆翻你點樣去訂噶啦。咁今日嘅分析係咁多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